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过去一冬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互阮生命中间充满平安。虽然有时阮也会拄着困境，但总是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教也阮用，互阮会通超越过这个困境。我要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伫新的一冬开始，主阮用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求主伫新的一冬中间，赏赐阮新的意象、新的目标，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透过安尼，阮确信，阮本身会当领受极大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阮，阮伫每一遍甲你伫礼拜三拄的时，你就亲自向阮启示你的心意。主，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互阮无论献诗而乐理、抒琴、诗会，还是传讲信息，或者是参与伫圣餐中间的小会员，求主坚固阮手所做的工，互阮透过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也带领众会众来敬拜你，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得到你的欢喜。是阮的主，阮特别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主赏赐丰盛的疼伫阮的中间，互阮这属灵的大家庭会当彼此扶持，互相相疼，也彼此包容，彼此谅解。阮伫即个教会生活的过程中间，学习安怎甲别人斗阵，学习安怎去鼓励其他需要鼓励的人，互阮透过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阮特别也将双年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是幼儿园、安养中心，也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阮所推动的事工，真正会当利益伫真济需要的人。是阮的主，阮也特别要为着台湾来祈祷。阮伫后礼拜六就要透过选举来选择出国家的领导者以及国会的议员。求主伫这过程中间掌管，互一切顺遂。你也亲自竞选你所欢喜的人，透过因的治理，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也会当有自由敬拜上帝的心。阮特别也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区域咧做工的时，主你着甲阮三甲伫地。是阮的主，阮也看见着世界依然充满战乱，求你将真实的和平赏赐阮，互阮会当明白互相伤害，毋是你的心意。应该爱和平斗阵，彼此相疼。求主成全这个事，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要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上主，咱的上帝至圣。咱即是要来吟圣诗，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来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命，咱的主，伊为圣心投胎，为在圣母玛利亚出世，因阮流了道灵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地狱，第三日对圣中复活，就因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过来生活，别人甲世人。我信圣心，圣道光荣的教会，圣道的圣光，最下辈，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祈祷。万管灵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搁一摆留阮的活命，通好做伙伫你的脚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提升阮，阮本是土，因为你的一口气进入，互阮有活命。伫过去2023年，阮拄着真侪苦楚，阮嘛亲自看到你的恩典保守。虽然真正苦，迄支刺就拄伫阮的脑头，互阮发袂出来，嘛吞袂落。毋过，阮知伫最深的所在，阮学着完全的瓦靠。
伫过去的日子，阮嘛常常挑战主力互阮的改变，通做毋通做，阮拢知。毋过，阮也常常叫苦啊，阮的做人。主啊，恳求你的圣神帮赞，互阮毋免等甲互大尾鱼吞入腹内时，较轻降服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赦免阮，怜悯阮肉体内迄粒定的石头的心，赦免阮，只求主你赦免，却毋愿赦免别人。主啊，恳求你将过去一切旧的日子所有的歹，用你的保护、热砍一笔撤销。旧的代志拢过去，互阮做新创造的人。更新阮，互阮有新的看起、新的意向、新的方向。阮会通讲新的故事，互阮大声学乐，通荣光你的名。恳求圣神引带阮，互阮做新的梦。恳求伫这新的一年中间，阮做新的代志。伫两个愿中间，阮知，阮拄着阮的厝边，伊常常用无合理的理由来攻击我。求主帮助因会当看到你的慈悲、你的疼痛。阮特别嘛为着阮的另外一个厝边日本，恳求你圣神亲自安慰遐个死去的人、失去联络的人，亲自圣神安慰伊。求你嘛，互阮台湾这个所在得到真正的平安平静。阮知，阮若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这一切平安拢要留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知阮的祈祷无完全，感谢你有教阮安尼祈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的文伫咱的圣诗上路尾的29篇，伫圣诗的497上路尾的所在，我来启，咱大家来用。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恁无得我靠君王，无得我靠世间人。伊一断开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赞。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关押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
夫妻、孤兒、寡婦，耶和華要做王到永遠。恁着學了耶和華，學了，咱要請聖歌隊帶咱來學了。因要死是耶穌招我來行天路，耶穌招我來行天路。我所要
水的声延光归伫上帝。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14到15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14到15节。我有梦真紧就会去你遐，毋过行了较慢到，我先写即张批互你，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即个家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也是真理的调酒甲地基。今仔日早起。蔡牧师要来甲咱讲上帝的话的信息，求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今仔的题目是教会第2讲，主内家庭。教会第2讲，主内家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过教会的第1讲，教会形象是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院。今日要甲大家讲教会另外一个形象，应该是主内的家庭。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恩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快乐，会当更新改变阮的意念。调整阮的生命，所以主啊，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亲自对阮讲话，透过信息，阮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将你的心意落实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本身得到利益。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是生长伫一个单亲的家庭。我的老爸伫我9岁的时阵就过身。我常常咧想，若无共款经历的人，大概真困难想象一个老爸离开家庭。对家庭中间其他的成员会有偌大的影响。阮爸爸过身的时阵，我9岁，我2个小妹，一个6岁，一个4岁。对迄刻开始，我的老母就担当整个家庭的重担。伊真正是尽力来养饲阮3位大汉，迄种苦楚，迄种艰苦，是无经历这件代志的人无清楚的。因为我不止一遍伫半暝的时阵，听见我的老母家己伫遐啼哭，也不止一遍看见着老母为着教养阮3个囡仔来烦恼。所以最近总统大选的时阵，有人来攻击赖副总统伊的老厝的代志。我想有相款的经历的人，就比较较当体谅甲包容这个事。我的家庭拄着即款的代志，这毋是阮愿意的。但是拄着即款的代志，我的老母就必须要去面对。但是感谢上帝，有2个真重要的组织，互我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得到真大的帮助。第一个就是我的亲族。
我老母的亲族的迄个凝聚力真强，我的外妈嘛是真坚强啦吼。伊拢爱伊的查某囝会当带做伙，所以阮就拢带做伙。其中我的大姨吼，伊的先生就是我的大姨丈，伊原本就是咱国家骹球的国脚，但是即边坐飞机失事过身去。阮即两个家庭拢无老爸，所以只好互相扶持，做伙成长。所以我的表兄呐，亲像我的大兄同款，伊指导我真侪代志。我的表姐嘛，互阮家庭真大的帮衬。所以这亲族的力量非常大。佮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教会帮衬搁较大。我伫高三的时阵去教会，伫教会中间，我知影有一个疼我的天父。检查伫地面上的父亲真早就离开我，但是因为天顶的天父保护照顾我，所以我也会当得到平安，会当得到我所失去的遐个疼。伫教会中间，特别一寡时段，对我也真照顾。其中上界疼我的，就是我母会的牧师，伊真用心咧栽培我。伊知影我要有意愿要考神学院做传道者，伊就搁较关心我。过年过节，伊拢亲像我是因囝同款，拢会包红包互我。嘛时常带我去了解做一个牧者的工作。我记得有一遍，我的老母拍电话互我，讲伫教会中间有一个姊妹，因先生计算伫要临终，所以真紧张。拍电话去教会，拄牧师外出无接到，所以期待我老母期待讲，我会当先过去斗3工。其实迄阵我一点仔经验嘛无，但是我到伊迄个姊妹的厝的时阵，我看到牧师已经到其实迄个时阵因先生已经过身去因为因兜是住伫迄个真比较较旧的迄个公寓，无电梯，迄楼梯真矮，所以迄个救护人员要去摕迄个担架要起来摕落来无法度。这个时阵，我看见着我的牧师将迄个先生的遗体对3楼。慢慢挨落来，然后来放伫即个担架顶面。伊甲牧师娘较替伊换衫，整理好势，送伊去殡仪馆。我看到即幕的时候，我心中实在是真感动。这牧师将信徒当作家己厝内底的人咧关心，我就对上帝做一个祈祷。讲如果若有可能，我将来嘛要做即款的牧师。伫教会中间，透过这长辈的引带，我重新明白家己，明白家己的价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无一定完美，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也无一定完全。但是，上帝互咱除了家己的家庭以外，可另外有一个主内的大家庭，就是咱的教会，互咱会当透过教会这个家庭来得到福气，来得到帮助。所以牧师今日就是望用这主内家庭，甲大家分享，咱教会这主内家庭应该爱产生什么款的功能？一般的家庭应该有以下
4种功能。第一种就是生育的功能，家庭中间透过传宗接代，一代传一代，透过生产，互即个家族会通延续落去。所以家庭有即款的一个功能，但是即马到现代真侪即结婚了的夫妇无想要生囡仔，其实这是一个咱的国家的危机啦，国家的危机。大家毋知影，咱伫旧年2023年，咱的新生儿有偌济，大家敢知？拢总生13万。伫我出世迄当是43万。其实迄个时阵民国50几年甚至到60年，拢每一当的出生的人口拢是40几万。即摆已经剩13万，今年是有史以来，去年是有史以来上低。咱去年有20万左右的人过身，所以人讲台湾是生不如死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啦。所以咱政府就用真侪补助鼓励大家爱生囡仔，这是家庭应该爱有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教育的功能。教育毋是单单是学校的责任，家庭负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对囡仔的价值观、信用，甲面对代志的态度。家庭幼儿园是这款教育的中心，而且家庭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上界久长的时间，影响伊的一生。所以家庭应该要有教育的功能。第三，家庭要有心理的功能，就是要保护照顾家中的成员。咱拢有咱的人生中间拢会拄到失志、悲伤的时刻。伫拄到困难的时阵，咱拢望讲会当找一个避难所，互咱伫遐暂时休困，重新复原。一个健全的家庭，就爱提供这款的功能，互受伤的人会当伫家庭中间得到温暖、得到鼓励、得到关怀、得到照顾，互伊对这受伤的中间来成长。这是健全的家庭应该爱有的功能。我过去伫富强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捌有一位长老，平常时看起来是真开朗真快乐。甲伊深交了，较知影伊过去是一个真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但是我著看伊即摆都无成我著来请教因为我知影忧郁症要治疗，改成是真困难我讲你为什么亲像有即款的改善？伊甲我讲有3个真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伊照时去看医生，照时食药有控制条。第二，就是教会兄弟姊妹真用心替伊祈祷，伊知真侪人咧替伊祈祷。最后一个，就是伊厝内底人对伊的支持。伊讲伊一摆实在是忍受袂了，食安眠药食几罐来食来。好甲再有救倒来，讲困3暝3日，起来了伊的老爸迄阵70几岁，但讲一句话讲：你无论安怎，我永远袂
放杀你。伊讲伊老爸来讲即句话了，伊的心煞开开。伊知影有一个人真心咧听伊，伊知影伊无孤单，所以伊就渐渐伫即个过程中间来恢复。所以家庭应该要有一款保护照顾的功能。第四项，家庭要有经济支持的功能。意思就是讲，当囡仔细汉的时阵，家庭中间的家长有能力去工作趁钱，应该爱供应这囡仔经济上的需要。当一个健全的家庭，当这囡仔大汉了，这家长已经年老，诚做长辈，已经无法度去工作，囡仔就爱来支持这个过去支持因的长辈。所以家庭要有这经济支持的功能，这是一般的家庭的功能。咱再来看，教会是主内的家庭。拄则所读的圣经安尼讲，保罗讲，这个家就是永远我上帝的教会。所以保罗将上帝的教会来比评做一个大家庭。信徒是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大家通透过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分享，来享受家庭的温暖，来展现出家庭的功能。所以家庭嘛爱有主内家庭，嘛爱有拄则所讲的迄四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生产。教会爱生产出新的信徒。咱看见着保罗对加拉太地区的信徒安尼讲，伊讲：我的囝，我搁一遍亲像母亲为恁忍受生产的痛苦，一直到基督的特性伫恁的生命中间形成。保罗讲，伊亲像一个家庭中间的母亲。生产囡仔，母亲生产囡仔爱忍受迄个生产过程的痛苦，这痛苦是有目的的，特别将这囡仔生出来。保罗讲，伊忍受这痛苦是为着互基督的特性伫信徒的生命中间形成。意思讲，伊为因劳苦，莫栽培这个信徒诚做圣徒，这互咱两个提醒。第一，就是教会中间对内爱培养门徒。咱拢知影，信仰是第一代，无迄个第二代。咱每一个人拢爱家己为着咱的信仰负责任。教会爱通过培育来坚固信徒，来互信徒的生命会当更加成熟。所以这是第一项。对我呢？对我爱生产信徒。咱拢知影，以马太28章19节，这是大使命。主要所讲，所以你爱去，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所以教会唔简单将注意力看伫目前厝内底的人尔，应该将眼光也放伫教会外，也未认捌耶稣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咱伫新的一章中间，牧师有定牧师团有定3个目标，因为咱今年是咱释教111周年，所以咱有3个月啦，第一个目标就是一人领一人，咱期待大家拢有这款的心志，带领未信的亲朋好友来认捌耶稣。如果牧师咧讲的这个时阵，你心中可能有浮出一个人，这人是你真好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但是伊也未认捌耶稣，
安尼，请你将伊放伫你今年的目标中间。咱会当成为伊祈祷，求上帝会当亲自透开因的心。咱嘛会当借着真侪机会去关心因，知影因真正的需要，慢慢引带伊来到教会，互因认捌耶稣。所以一人带一人，这是咱的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嘛，安尼咱互更较侪灵魂得救。第二项，主内家庭嘛爱有教育的功能。教会有教育信徒和信徒长大成熟的功能。伫圣经中间，保罗安尼讲：最后，咱将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咱将要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伫教会中间，咱透过培育和信徒的生命会当成熟。所以，家庭教育的功能，甲学校的教育功能无共款。学校是用系统的方式做知识的传授，但是家庭中间的教育通常是抽象的，是一种生命的教育，是用听做基本的教育。所以教会爱伫三个部分来协助信徒成长。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帮助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真理，因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首要条件，就是爱对咱所信的真理有清楚的认捌。安尼，咱就袂互一寡异端，还是一寡听起来像是其实是毋对的歪理所影响。咱伫教会中间有为儿童设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嘛有课程，咱嘛有开设成人的主日学，拢是为着帮助大家对咱的信仰有更较深的了解。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会当选择适合的课程来参加。无若简单课每一礼拜，牧师伫台顶讲道20几分钟、30分钟，这真正是无够。咱搁爱搁较追求。第二项，教会爱培养信徒有火热奉献的心志。信仰的热诚是好的信徒的必要的条件。如果咱对属灵的代志冷淡，还是无烧无冷，迄是相当可怕。相对，那咱有火热奉献的心志，时常激励家己为主服侍奉献，毋干那对咱服侍对象有帮助，对咱家己的帮助更加大。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我毋捌上过儿童主日学，嘛无参加过青少年团契。我伫大学信主，上大学了，有一天我接到教会的主日学校长拍电话，甲我邀请我来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歹势来讲我的程度吼，拄项主日学的迄个低年级差不多啦。所以我感觉我无够资格，但是后来伫不断的邀请下面，我只好答应。结果后来我发现，伫迄段时间中间，是我信仰进步上较紧的一段时间。因为为着要教学生，咱家己先爱读遐教材，爱了解教学的内容。如果若无清楚的，我就去找资料，还是去请教其他的老师、牧师。自然而然，信仰就安尼进步。所以，咱愿意奉献，愿意服侍，咱也会当领受祝福。所以今年度有一个主题，就是一人一服侍。咱伫厝内底，每一个人拢爱负担家庭中间所有的事。毋通伫家庭中间
做用人。所以咱选择一项服侍就好。刚才你讲，牧师我啥货拢袂晓，你嘛会当来参与祈祷的服侍团队，替别人祈祷啊。总是咱会晓祈祷嘛。任何一项服侍，拢会当帮助咱伫信仰中间更较成熟。第三项就是爱有实践的能力。兄弟姊妹必须要将所听到的真理、教训，伫日常生活中间实践出来。这是教会教育的目的。咱拢知影，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所以需要来实践出来，才当荣耀上帝，祝福其他人甲家己。虽然每一个人应该爱善用上帝互咱的恩赐，一人做一个服侍。所以找一项服侍来做，也当丰富你我的生命。第三项，家庭要有保护的功能。家庭中间上较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厝内底的人，互受伤的人有一个避难所，会当慢慢复原。顶回牧师捌着大家分享过，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院，互心灵哀伤的人会当得到休困，而且复原。所以爱接受这个责任。另外，教会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爱保护信徒无受到这世间的引诱。咱看记着圣经安尼讲，主是信实的，要经过恁，保护恁脱离迄个歹的。伫教会中间，咱追求上帝的保护，互咱无受到迄个邪恶者的影响。其实面对这恶者的挑战，上介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套甲这世间无共款的价值观。保罗安尼讲，毋通甲这世间相款，爱互上帝来改造恁，更新恁的心思意念，通好明白啥货是上帝的旨意，知影啥货是良善完全，通受上帝欢喜的。所以，莫甲这世间共款，咱建立一套信仰的价值观，来抵挡这个黑暗的世代。咱亲像伫黑暗中间，咱咧行的时阵，有一道光照明咱，咱都毋惊受害。最后一项，主内家庭要有支持的功能。拄则讲过，家庭要有经济支持的功能，有经济能力的帮助无经济能力的。但是伫教会，咱毋是要讲经济能力，毋是物质上的分享，更加重要的就是精神上、信仰上的支持。保罗讲，爱彼此分担重担，安尼就成全基督的命令。咱去培养真正的交通，伫主的听中间去分享喜乐，分担劳苦。其实我坦白讲，伫我成年了后，我第一遍伫公开场所大声啼哭，偷放家己的哀伤。迄地点就是伫教会。我第一遍受安慰的所在，嘛是伫教会。伫我上界失意的时阵，上帝总是伫教会中间安排好的天使，诚做我的帮助。所以教会爱诚做信徒的支持。实践的方法，就是伫小组，咱来营造真正互人成长、互人得到支持的生命小组。所以咱今年第3个目标就是一人一小组。我所要期待每一个团体伫中间也当分做无共款的小组，来做亲密的关心。因为你一个人要面对真侪人，真困难。比如讲，咱的区目爱面对过来100个家庭，
迄个关心有时阵就无法度遐尼深入。但是如果咱有参与伫小组中间，小组较细，彼此的沟通会通较深入，彼此的了解嘛较深入，安尼通做较深的关怀。这嘛有圣经的根据。咱看见着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替百姓断难，百姓排列排队，拢咧听候摩西一个人替因判断。结果摩西也真忝，百姓也真忝。摩西个丈人，摩西建议讲，你来分组啦，分一个十夫长来管理照顾10个人，处理因中间的问题。有真侪十夫长，佮设立100夫长、100夫长，来关心10个十夫长，1000夫长就是关心10个100夫长。一个人关心的对象只有10个，伊就当较深入，会当较关心。所以，牧师期待咱真正会当参与伫小组。一方面，咱能得到较侪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当借着安尼去关心别人。总共来讲，咱今年有3个目标，就是一人带一人，一人一服侍，一人一小组。愿望咱相连这个大家庭，将家庭中间每一个功能拢发挥出来，互来到这个大家庭的人，拢会当真正得到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少年教会，互阮有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求主亲自掌管。阮知阮的教会也无完全，也有真侪需要调整的。求主亲自调整阮，保守阮，互阮会当将这大家庭的所有的功能，拢会当发挥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对咱的鼓励，一人带一人是咱新的方向，甲咱新的愿望，互咱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新圣诗355首，愿担自责甲主坐倒，愿担自责甲主坐倒，咱起立来吟。主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跟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的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当大，就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要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找肯圣神的圣别阮。也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当诚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不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来迎接这个饼，心内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之地，咱同心来感谢。主，阮专心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主，阮搁一遍谦卑恳求你。当阮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伫生活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用奉献继续咱的敬拜。请去，咱做伙来祈祷。耶和华以勒的主，阮感谢你，万项你赏赐，感谢你供应阮的一切，嘛感谢你将你的管理的仓库，今仔日阮将担保的仓库内面的钱银摕出来。做你的路用，恳求你，互阮看起你的心意，毋是干那
利益伫阮的好处，乃是丰丰富富的利益伫众人。恳求你祝福阮的奉献，甲奉献的人。阮咱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新的一年，教会特别有奖赏每一个会友1块有1分。咱蔡牧师亲手所写因的春联。欢迎咱礼拜后煞到10楼走廊遐去摕，祝大家新春快乐、平安喜乐。过来，咱的本会张凤德长老的妈妈张黄文丽长老妈伫去年12月23安息主怀，已经伫正月初2安葬伫高雄的甘仔园，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李碧辉姊妹的先生周义聪兄弟，伫去年12月24安息主怀，定伫1月11本周礼拜4。上午8点，伫第2殡仪馆至今2厅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嘛恭喜本会会友叶宗成兄弟甲伊甲陈爱哲姊妹夫妇，伫去年12月27有一个查某婴仔，愿上帝眷顾。这个细婴甲全家，搁来就是恭喜本会会友刘永业兄弟甲黄香婷姊妹夫妇，伫去年12月31得到一个查某婴，愿上帝宽广新生儿甲全家。搁来，咱伫日本石川县这个所在，伫1月初1日本的时间，伊有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影响日本真深，已经死亡的人已经到126名。求主亲自安慰因。咱若有会使，咱嘛来甲因帮助。过来就是传播委员会有摄影一个相连新春拜年的节目，即届是请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主角。你伫遐顶啊，1月初7甲21的主日，第3场礼拜煞全拢在了的礼拜天。咱伫遐要来会当来念影，做咱新的新春祝福的话，欢迎你邀请你的兄弟姊妹、厝邻的人，也是你小组的朋友、兄弟姊妹做伙来念影。咱这个影片会当伫新春的时会播放予大家。
咱即马先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新年恭喜！耶！感谢上帝，我们又平安的度过了今年。阿门阿门，辛苦。那我们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在1月7号以及1月21号，在第3场礼拜结束后，一起来录一段影片。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在10楼礼拜堂帮大家录制新年贺岁影片哦。没错，那不管你是个人、团体或者是家庭，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一起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大家要报名要快哦。那我们到时候见喽，礼拜天见，耶！咱会当来嘿，祝福大家吼。好，搁一项我要补充报告的是，七星中华妇女事工部西区的联谊聚会，伫1月9日本周的拜二下晡1点30分到4点，伫东门教会。伊的即届有一个蔡医师要甲咱讲的是好食、好困、好过日，咱欢迎姊妹参加吼。好，搁有一个就是伫咱周报第9面，咱的急难救济训练吼，这是咱捌已经开过一期，伫咱教会护盾计划还未到病院进前的要安怎处理保护，伫咱的1月14號12點50到3點50，伫咱雙連109的3樓，伊的名額有60個人，毋過咱會有一個，就是你也參加過第1期的基本訓練，吼，你較來報第2期，吼，幫助咱，嘛是幫助別人安尼。好，咱刷咧，咱請牧師補充報告，為即屆咱今年新的一年會任職的人要就任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阵要来做任职者的就任式。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吼，遮有所有的任职者吼，包含各委员会、信徒委员、各团体的代表，以及教会学校的任职者、圣歌队指挥、成人牧区的小组长，新的小组长来就任。你其他的同工会当伫原位徛立吼。信徒委员嘛是爱。咱拢一拍好势吼。这时阵，你有要担任教会重要的职务，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你有要领受这个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职，你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你有要安尼行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教会的任职者，因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
常常地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啊，咱会请上年团契的代表来接这个聘书。请恁向后转哈，大家还鼓励一下哈。伫新的一冬，因要为大家来服侍，吼，咱着爱参与顺服伫伊的带领下面，做好美好的服侍。好，多谢，请回座哈。这时阵，咱嘛要做新的一期的中保代祷。代祷者的就任式，请伫即堂礼拜，你有参与伫中保代祷事工的兄弟姊妹来到头前。你有要担任中保代祷者的工作，恁着诚实回答无所问恁的问题。你愿意接受上帝束缚差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你有要安尼也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约束中保代祷的时间？伫这段中间，愿意忠心参与伫即个事工，你有要安尼也无？恁敢愿意伫基督教内底的教会事工，也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所有代祷的内容必须要对人保密。你有要安尼行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的教会、上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正做中保代祷者，因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地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请恁向后转哈。咱有若用鼓掌来鼓励。咱中保代祷的事工吼，参与者哪来哪济但是咱每一项拢会当参与就是你若知影有需要祈祷的代志，也是人，你会当写代祷卡，才会同工就会伫代祷室内底替这代志祈祷，为这件代志服侍所以咱拢会当参与好，咱好会当请回座这个时阵，牧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第一位是甘惠美姊妹，简惠美女士，姐妹，在伫倒位？第二位是洪小文姐妹，洪小文姐妹。第三位是洪秀芳姐妹，这里的大家好，咱拍拍来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的，咱请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后，会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
咱来吟上行的诗，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无事足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温强受差遣。